一开始大火烧锅去油就展现气势，随后淋上麻油加鸡蛋以及猪肉丝一气呵成，并随时控制火候，最后满满一勺9号米，逼出饭的香气和粒粒分明。阮炒饭的饭，阮会当煮较 Q 弹，安尼较会当变成讲条顶的话，较袂粒粒分明的对，较会粒粒分明。掌握黄金1分钟的时间，这道塔香麻油松板猪炒饭就大功告成。虽然食材简单，却有深厚的功力，冠军可不是浪得虚名。因为麻油咱台南算做有名，这种麻油袂当大火啊，大火伊的油会苦去，丢时爱落去爆香，了后2拍落，把2个2香炒出来。因为咱是塔香麻油松板猪，所以迄个塔香就是咱的高赞菜，落去做伙现香。顶着冠军炒饭的光环，玉珍坊在台南市安南区展店，虽然店面很不起眼，不过在市长黄伟哲等各界推荐为台南之光，加上媒体助攻吸引民众，排队热潮持续超过1年，也虏获不少饕客的味蕾，让人回味无穷。一碗拢差不多人3碗的分量，所以你家在地生意就好哎。然后大家来这里就是除了吃到很香很好吃的炒饭以外大家个干妈很受照顾啦，伊就想要是个大哥哥安尼就照顾伊的人客啊，所以大家拢到了吃饭时间大家就来这边很热闹，然后跟老板打成一片，做温暖的一个头家。安南区长魏文贵为了拼在地观光美食，也在安南就这样玩的旅游攻略当中促销，并亲自推荐名副其实的冠军炒饭。咸粉也好，甜豆也好，都搭配得很好那他的生意也相当的好，那在地人呢，都直接称他为冠军炒饭所以会使讲，以这个整个冠军炒饭的味道相当的令人赞叹。冠军炒饭头衔走过近3年，目前光炒饭品项就超过20种。他还随时抓住机会就参加比赛来学习他山之石，以不断精进的心来满足顾客。这镬气带出来的香味，让我吃这个炒饭可以一口接一口，会让我们女生会放不下这个调羹。那我希望老板呢可以秉持初衷。一直的让这个炒饭继续香，一直在安南区传递下去。你做这个无可能当做饭尔，我无做寿司大人我就做烧酒鸡，热人我就做寿司凉面，足济啦，就是看大众较适合什么天气食什么物件，咱对天气咧行。陈豪回忆起当初一个人闯荡，玩笑说怕饿死才投入厨艺，加上妈妈说他不会炒的激酱法，更让他不服气，拼到炒饭冠军，也意外成为大家食指大动的在地美食。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